对不起，你过得好吗？我嫁来台湾的时候16岁，那时候很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没关系，你可以恨妈妈。其实我是竹东人，然后从小呢，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所以我之后的人生系本阿公阿婆土台改。其实我不恨啊，我恨的是我爸，对，因为妈妈没有错，因为我爸让我们接收不到真正妈妈的爱，对。没想说他印尼过来也是很辛苦啊，那个时候才10几岁就过来了，就说他的命不好。真的，对不起呀哈。好了啦，过去就算过去了啦哈。当初想要拍《花泥》这部片子，是因为那时候高中，开始接触拍片，然后想要去做一些关于自己改东西，就是关于自己故事的一种创作，有点像自我疗愈吧。因为其实高中的那一阵子，也是我人生中几个很重大的低潮，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我19岁的那个时候，妈妈透过脸书 FB 找到我，然后她一密我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过得好吗？”对，所以呢，“对不起，你过得好吗”这一段话，它也成为了就是我短片里面的开场白。然后在碰到妈妈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跟我自己的人生和解。嗨，阿巴卡巴那么316年耶，我今年23歲，在成都竹東，了下到頭擺ทุ個高中教書，我嘛係越揸土人，想為老大家講我嘅故事。我只画个大概，定位他的眼睛。然后其实像这种刺青图腾啊，它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曲线感很强。反正你多画就可以练习。这种刺青啊，它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它这种线条感。像这种笔触控笔的话，就可以像这样练习直线、横线，就是像现在下课时间嘛，然后有一些同学他们如果对一些绘画比较有兴趣，或者是他们有想做的东西，然后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就会来问我，就是他要怎么去修改，怎么去练习，才可以画出他想要画的东西。其实你用任何的笔都可以去画出那个排线的感觉。你就是要越暗的地方，那边的线条就越多，然后你用笔的力道就越用力。就是国中毕业的时候就想要读设计科，然后因为我是12年国教嘛，然后我们的选学区就是竹苗区，然后那时候新竹就是没有公立高中有开设计类科，都是私立，然后苗栗的话就是
三义这边有设计学程，那时候还不是科，然后就觉得说好，那我就要来这边读这样。然后所以就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完全奠定了就是对于设计还有创作这一块的热忱。为什么要等我？哦，好吧。你觉得这张图会被推吗？会。为什么？这个它是还有什么东西？它这个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刚好有机会，就是之前的老师就持续都有在聊天联络，就知道说，刚好有一个缺，然后问我说要不要考考看，然后就回到三义了，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浪漫，因为就是回到母校教书，然后又刚毕业这样子，所以就一切就是还蛮熟悉，然后却又很陌生的感觉。廖俊杰、李永光、张成宏、彭凯成、黄志成、龚于涵、刘俊问。哦，所以你们今天没有人请假？没有。很好。什么？我没有拿随身碟耶。但高中那年就选择就搬出去住了，对不对？他就出去住。哎呀，所以你会唔攀登吗？会哦，唔关哦，两个都是出去呀。那他堂姐是高中的时候就出去外面租房子，在那里住。一个在台中，他在苗栗，两个都在外面啊。然后我就想说，小人都每天都在一起啊，然后读到高中就全部都跑掉。你去讲佢最幽默咧，我出去带啊，啊，我人家都上网图书啊。按下载，然后素材档这边就下载了，等一下再解压缩就可以用了。哪里我看？好像，可是它那里有看人家说。你听妈妈当初用啥事去可能人家把汉水讲爱推开。你嘛专门阿婆，头面都是阿婆，叫好高兴身上呀，就甲迄阿婆叫身上所有消息都想给我管。唔係你啦。我就说，好像是怕我念他那些，要出去他自由了。对啊，很自由。我也想说他们出去都想说我在家里那么会念他们，真的我养他有功啊，唔會擺糖啦，唔會拍石嘅啦，嗬。然後佢啲考到該先生嘛做嘅，好，有一個又免卷咯，還是當票，那個還有免資哦。你們的底圖啊，要涵蓋那個紅色框框才是對的。不然你們有出血跟沒出血一樣。對。我現在在三義高中，主要是多媒體設計科的老師，然後主要就是教素描，然後還有電腦製圖。对，那在2年級的同學們，因為我本身的專業比較偏拍片，對，所以呢，我們會有更深層的課程是教導他們如何去拍片、製片的，對。好像是後來畢業之後，發現多媒體設計科的學生就是應該要稍微懂一點，就是拍片的事情，對，所以呢。我來的時候，課程編排裡面是有的，可是課上的老師們其實都很自由，就是讓我自己去決定我這堂課要教給他們什麼東西。對，你們不覺得現在開始這樣做，你們才發現其實自己可以做蠻快的嗎？啊？啊，你就來，這裡點開嘛。然後你先複製一行，按 Ctrl 加 X， 一場嗎？這裡，你看這一點。會來三義呢，其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受不了家裡，想要離家裡遠一點。然後在這段過程中，其實家庭的環境和氣氛一直沒有很好，就會
像是父亲，其实算是我人生中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心结。对，因为他很不负责任，然后非常的无赖。对。不过好像在我们这个准备要拍摄的周期啊，唐贡阿婆就真的是身体进了医院，是这样子，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在前几天的时候，阿婆突然身体上不适，然后就是脑干中风，就是紧急的送医这样子。就是已经2个礼拜了，对，就是上礼拜，然后到现在，因为都很忙，都还没有时间回去，那就想说，刚好在这周末比较会有空，可能就回去看看阿婆的状况这样子。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很紧张，我就想说，因为我才刚失去阿公。做解封道咧，阿婆，挨盡咧，卡到，係啊，你還好嗎？挨身體。用飯冇凍好，嗌佢耳凍健康啊！用飯冇凍好。也係嗌嘅阿婆，貴鄉啫，佢凍好去板條。係啊，阿婆住喺板人凍好去。我哋東因做來個時節，阿婆是會講愛做班人，聽白啦。阿公都會勸阿婆去做。你老公講做來能上香哦，你婆婆你平安喺度。好。阿公，我做來留你上香哦。因為保佑我哋平安咯。那係我嘅老太劉新勇，對。然後，我們等下好，我讓媽媽視訊，你有看好嗎？做對啊。好，那就直接打。你就拍吗？你有先跟他讲吗？反正他会接就是会接。为什么要带？哦，让妈妈看一下阿婆，当初有冇看到阿婆嘞？原本妈妈想要回來看你啦，做女性做看你，係，不過伊個時候該水洗個妹妹，係突然尿道炎啦，係發燒3天吧。露台對阿梅有印象嗎？就過小嘅時節擺就日團時間去喊讀新竹啦，後佢來解決個愛過小5年生天，
哎，你5年生没？爱5年生还是4年生爱长看到机啊？我前面爱都根本都没有印象。都全部没印象。对啊，我是听伊就讲，爱2岁开始这爱妈妈就离婚离体了，系啊，爱就根本冇买印象啊，所以爱都爱看到爱妈妈以前爱根本都唔定爱自家有妈妈，系啊，弟弟老妈妈嘅感情嘛发展啊。系啊，惨，因为佢是从小嚟，该是这个从小。学爬他们就上一次好像有提到说妈妈那时好像是有想要把你们接回去。他应该，我不想讲我爸，我想要叫他全名。哦，刘夫人。因为我完全不认我爸，对啊，我从小我就觉得他不应该。他还小生病呢，就说去医院哦，他会载啦，载我看小孩子去，他就在车上睡觉呢，没有说哦赶快进来去挂号那些，他不管，他就睡他的觉。我就说我眼泪一直流，我眼泪一直流，说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很疼自己的小孩，我们的怎么会这样呢？自己的小孩都不知道可以爱。所以那个时候妈妈有说她想要带我们2个，就是她想要照顾我们2个。啊，你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你应该是很勇敢。你的脚上应该要亲阿婆阿公啦，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不对？太小了，年纪太小了。了拜尊咯，应该嘛是因为阿公改百日，就是百日要做法事，要诵经，对。然后我觉得百日是给我们这些僧人放下的一个宽限期。其实老阿公嘟嘟狗训该下老差不多按部去走百日，该大家该。气氛很明显已经稳定很多了。来，我们代表哈，我们由儿子夫人哈带领大家来东上三宝佛祖哈，要来上榜，啊，今天为了我们在做百日，让你蒙菩萨俩摆上榜。我哋嘛唔会嫌弃阿爸，我们都直接叫他本名，因为我们觉得他不配。他配不起这个称谓，对。我爸对我来讲，洞穷污点就是人生中的一个污点。穷死是因为我老楼台就是受到非常多的各种歧视啊。霸凌，接下来他就有一段时间在我们的人生中缺席，大概是老暧昧离婚冇结局，尤其让重办到国小6年生嘅时节，该段时间佢都冇卡，真的很过分啊！我那个儿子啊，真的不知道是怎样。那个刘新勇那个时候才会爬哦，我成日按谁叫做跳的落线，俺嘛不按那想啦。后来我儿子他就把责任全部推给我，那小孩子他就不管，就说你自己要留的，哦。这样，我知道可以把很麻烦外面一些哦。通好啊，佢就係講，我媽媽用乜冇來講伊去送下課，
讲爱摸妈妈，记到他会嘲笑那种呀。然后啊，你摸妈妈哦，爱阿婆拢爱讲啊，讲很爱爸爸哦，都爱到世界世界为家暴，全部邻居都地啊，就比如一般爱爸爸拿砖头哦，会打妈妈，会打司机啊，都前面碰面，对啊，所以基础动闹爱爸爸，哎。是该刘夫人会处理。我不在意他，因为他其实也不在意我们。其实就连我们今天拍了什么，我想其实他也不会想去看。对，这是他自己造的孽嘛，就是自己承担。所以如果这个纪录片公开了，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对于他有很不好的观感。阿公2000哦。阿公2000哦。所以有可能有火花。我们去外面吃，好，那个有位置的那边。他是那个我高中同学，他叫做庭荣，对，然后现在跟我当同事，然后104班导，然后我是204班导。我直接怀疑人生。太久了，而且上次他把我蛋饼做错了，好哦。点泡菜，然后就很辣，就很难做，吃到很累，被食物骗，每次都被食物骗。就是做事很有效率，然后很直，他的个性完全是跟我几乎是相反的，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我会交到一个跟我个性，然后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做事的办法也不一样，就一个完全相反的对照面，然后变成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感情很好，再加上就是我们很不一样，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又很类似，就是都是认真的学生，然后呢，所以老师们什么比赛啊，或者是像我们班导，就常常会让我们两个绑在一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刚好两个都是国文小老师。对。那时候你当班长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算是一个很发号施令的角色，而且是那种楷模榜样吧。可是大家都知道说不可以惹你，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们都知道说你会凶，然后而且没有人可以斗谁斗得过你。我会吵架，会吵架，然后基本上应该没有人的口才可以跟那个时候的人比，这样就可能讲一讲，对方就会好，没事，跟他们谈，这样子。这种就直接骂啦。好啦，你我来。所以是一清会玩吗？不会，所以会。但是他牌子拿出来。他们现在自己画了那个自己的扑克牌。因为在高中大概3年期间，就是会听到念念谈说他的家庭背景，然后我知道说是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但是当时高中的我们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帮他做什么，所以就是我都是想说好，那我不能做什么，那我就是去陪伴他，去听他想要讲的事情，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又就是遇到一些可能那个年纪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能做就是陪伴，然后就我把他当好朋友的本分就是去做好，去陪伴他，这样子。你会同情我吗？我是觉得你很辛苦，感觉不是同情，应该是共情嘛？那是共感吗？理解，我对我可以理解，就是理解，比起同情更像是理解。我是觉得很沉重，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现实，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够改变什么的，所以有时候都会偷偷希望你说，你是不是去买个乐透，然后中了100万什么的，都会偷偷希望这样子，你赶快去中个乐透什么的。可是我连买乐透钱都没有，好穷。以前我国中或是就是长大过来，也是有遇到说朋友就是像你一样，可能家里比较复杂，但是他们最
走向或是结果，就可能比较不如意一点。就因为念念他目前就是也是顺利的完成学业，然后也很努力、很认真，然后很辛苦的去走向他想要往的导演的方向，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人，至少我认识的啦，就可能半途而废，或者说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就消失了，这样子。说今天有空回来台南看看，然后就到大学找一下之前的主任，然后还有同学，对，然后有空的话再回公司电台之前待的工作的地方看看。所以你之前是在台南念书？对，我之前在台南念书。凍球冇盡來，慢冇講凍球咧，算專業啦。係啊，我喺凍中意台南，因為咧個天氣凍好啊，東西嘛好食，嘛便宜，較勁性啊，我便宜又大家講雪堡安樣。轉來是凍粉氣，看到兩條路都係愛上下口味起嘅路啊，凍到青春啊，青春的時光都是在台南度過的，對啊。啊，經理，嗨 ，Hello， 我買了5杯飲料，可以請大家喝。謝謝。這是很照顧我的經理陳一成經理，對，就帶各位來看看我之前大學打工的這個環境。那這裡呢，就是我工作主要會待在的地方，就是主控室，然後會負責幫忙推播節目啊，然後連線啊、排播，然後還有一些行政，就是歌單記錄，然後節目內容記錄這些。第二個時段是下面那個11，對不對 ？OK。所以要很準，對不對？嗯。但差不多31、32、33、34、35。來去上班嘍！今仔日行路推，莫坐電梯。我們這個電台就是台南之聲，主要是以台語為主，然後我們的客群就是給地方阿公阿嬤聽的這樣。然後我們主要做的節目都是新聞性質，或者是生活資訊、健康資訊這一種，就怕阿公阿嬤與世代脫節，我們就是幫忙對分享一些。因為那時候剛進來的時候大一，然後呢，在這裡的時候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哦，原來音軌，我只要看波文，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我要的東西。這種比較專業性質的幫助，因為都是傳媒嘛，那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影像，因為我會覺得它完整性更高，然後可以刺激觀眾的方法可以更多。可是聲音的表演也是我進電台的時候才會開始去 care 的，就是過去可能想說哦，有聲音就好，不會去在乎，可是後來發現聲音設計啊、音效啊這些其實都是控制還有推動我們情緒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天回娘家看看你们啊。哦，这是很照顾我的会计。每次遇到会计的时候，会计就会问我说，因为我是学生嘛，然后住外面，然后会计就会说，那你平常都是吃什么？是不是都吃外食很不健康？是不是都没有吃水果这样？然后下一次来公司就会看到水果。应该说他们都是那种，经济状况可能有点不是很好的学生，所以才需要说自己出来打工。那我当然就尽量能帮的就帮，然后学的也很快。他真的学东西很快。来，这个是乌龙茶微糖少冰。对，你还特地拿回来，还就是不能空手来嘛，虽然钱不是我出的。或许也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啦，造成的。我知道，因为他那时候在跟我讲，他那时候就是拍那个片的时候在跟我讲，我就特地问他，就说啊，他为什么要拍这样子的片？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的缘由，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可能也是真的环境因素造成他今天这么成熟。所以你有把花你看完吗？我看完啦。好看吗？坦白讲，真的不错。有哭吗？不要想说镜头在这边，这是有没有？你说有哭吗？应该倒是没有，因为可能我事先已经知道你的成长环境了，所以我不会觉得说需要去为你哭泣还是什么，不需要，就觉得就是说，他现在也成长得很好，他靠自己也能够活得很好，这样子。宝，你来了，宝，好笑，超好笑。我们来去找主任吧。那主任要吃饭吗？应该是吧。我忘记跟主任说，我到了。这一位是我的花泥制片，也是我大学同学，我的宝。她叫彩玲，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昆山科大，我们要来去找我们的指导老师，也是我们的系主任佩云教授，胡佩云教授。好多以前的照片哦，都没有我们。嗨，主任。你也回来了。对啊。哇，真是好久不见了。对呀，也还好啦，6月刚毕业，大概3个月。3个月了。啊，这个花泥的 T 恤，每次一开门就会看到你那个花泥的海报，就会想到你。你们只有黑色的？有白色的，但是白色的算限定款，大家都是。这一位是很照顾我的主任，对，然后也是我们花泥的指导老师胡佩云教授，对，从大1然后一直到大4，就是承蒙主任的照顾，真的超级照顾我。对，他大1就参与我的产学的案子，所以他为什么会大1就可以进来？因为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就很有责任感，然后又很细心，就有那样的一个特质就出现了。嗨。今天刚好那个课台拍我的纪录片，对。老师，你要接受访问吗？可以不要。习惯拍人家，我喜欢。好像导演都是这样。对，导演都这样。因为平常完全不会表现出让人家觉得他好像需要帮助，或者是他会表现他那个脆弱的一面，所以其实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坚强，然后很内敛的一个学生这样子。然后他第一次拿剧本给我看的时候，我要说，我那时候看到，其实第一个是我大概整个人就恍然大悟了，就大概知道说念燕的整个成长的历程大概是怎样，然后大概也知道他所遭遇到的
我觉得好像突然间一个以前常常只是听别人说，然后常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故事，突然间就摆在我面前这样子，然后竟然是这么的立体这样，来，你天空像是唔好上班，俺妈要出外上久，总来看一下。哪在？其实还不到大四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拍这个故事，就是应该说他自己本来就想要讲这个故事吧。然后他最后毕志想要呈现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东西是他原本就想要拍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说特别去讨论说，我们大家一起的毕志要拍什么题材，就是大家都是喜欢他这个本，然后才加入他的团队。所以基本上是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想，就是他想要拍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其实可以帮助我去理解我很多不想去看的东西。就是去写《花泥》这个剧本的时候，然后它可以让我去尝试站在为什么我妈当初会决定离开我、抛弃我这件事情，也会尝试去理解，就是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是促使我去面对我自己的这种伤痛，然后这些伤痛的了解，然后认知、消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也长大了。对，可以哈。哦，好啦，老你都讲啦，上啥好，我要老你久好啦。你两啥做三忙大病啊，哦。我莫故意你想查。我看3遍吧，对我看完的感觉是觉得说，演员不会演，男生吧，那哭谁没有出来？阿妈，今日常常阿娘冇赶回来，我做看去水梦做杀出来啊，无哦，突然个生意真麻烦了。用完了。不是独生眼，他不是做铁水，个跳后面了，你冇？我就说你怎么会弄这些出来？我说好不容易把它忘掉了，你又这样弄出来，我真的心就很难过。我就说你怎么会弄这些出来？我说好不容易把它忘掉了，你又这样弄出来，我真的心就很难过。他说：“你们要来拍，我也是说尽量不要谈那些过去的事。”他就说：“没什么啦，就简单的就好了。”我也想说，好不容易把它忘掉了，他又弄这个事来拍片，我就说好吗？他说没关系啦。等很久吗？刚来啦。刚来吗？我叫姐姐。有没有很久不见？她叫做美英，是我的妈妈。然后之前是叫花泥，对，有改过名。然后这是我的妹妹叫彤彤。因为今天礼拜6嘛，然后我就想说刚好有时间就可以上来台北找妈妈。我在想我要今天在这边多住1天，还是晚上直接先回新竹。第一次见面，对啊，我还没上大学。然后第2次我和邢勇一起来找你，然后第3次也是我来找你嘛。不是不想，很想，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要工作啊，或是像他自己想要上课啊，可能会比较忙，
对，会怕打扰到他。当然会想啊，这个。第一次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很尴尬，对吧？我刚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是超拘谨的，因为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叔叔还在嘛，就是妹妹的爸爸还在，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有一点就是亲门踏户，就是闯入你们的家庭的那种感觉。对，但后来就是跟叔叔和你啊，也都说，就是妈妈就是永远都是妈妈。没错，然后就是这里就永远都是我们的家这样子，对，所以之后就很厚脸皮，反正来台北不用，就是不用在外面，就是我就是来这边蹭吃蹭住蹭睡觉，那个不要。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从我离开那个家，就是我每次都会想去找你，就是怕你爸，所以就是怕他，所以想说。等你们长大啊，你们就比较好一点啊，就到处打听啊，打听到你阿姨啊。哪个阿姨啊？有幸运的吗？哦，吴巧玲啊，了解。对啊。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紧张的感觉？哎，谢谢。哦，你都是用彩色笔画画，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原本很想坚持啊，因为想大一点，他们可能有对妈妈有印象，所以想说忍耐，那时候受不了，因为没钱嘛，我自己出去上班，对，工作啊，小孩没人看嘛，就跟。叫他爸爸妈妈帮忙看，我说一个月给他们2万块，对，就一直忍到差不多3岁吧，真的受不了。每个邻居就一定缺我，对，然后他说那个妈妈她也跪下来，哦，好伤人哦。你说婆婆吗？啊，对啊。哦，好难熬哦，睡觉都一直想到他们了，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吃饭？对，真的很难熬。有时候一直打电话也是不是办法，因为会吵到他们，对，他们有休息时间，所以只能自己慢慢忍到他们长大。那你是什么时候去买菜的？就是等一下要煮的那些。早上，你去菜市场买吗？还是新庄？哦，新庄。那会很远吗？搭公车过去。从开始碰面到现在，妈妈在我心目中的角色定位比较像是朋友，因为3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几乎没有联系。然后隔了这么久之后再见面，虽然可能知道她是我妈妈，但是那种亲密感其实很难回到像就是其他人从小到大跟妈妈相处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会更像是认识一个就是从以前就熟识的朋友，对，然后再找到彼此比较舒适的相处模式，这样。哇，装高冷。感觉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哦，感觉就好像是姐姐吧，对啊，因为我对我妈妈的印象也就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所以对母亲怎么做我完全不知道，我还觉得说这是不是需要学习，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妈妈，所以我就感觉说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去面对一个母亲的这个家人，对。基本上除了來看阿妹啊、老嘅姊妹有狗的好夢之外，我還想要再和大家一起看一遍，就是我拍的花泥。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很好的傳達我電影裡面所想要表現的東西給他們。走馬用啊？哪可以搶混？你可以竹馬。你整部片其实短短24分钟，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段？被打哪一次？当然好。那个。你往这，来赶紧往上来下，不要都死干起来，都卖不要剩。上来，你们，你出来，你当来啊！啊，好彩你嘛。看我用板吊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不输高！你高背他！你高背他！过来！你过来！我们这次看完以后不用再看。我还是要面对。我还要剪一个版本给客台，我还没剪完。但是我还是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我早就释怀了，就是从我决定写《花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原谅他了。对，而且。你们今天跟妈妈聊的东西，有很多事情是我没跟她聊过的。就是刚刚单访的时候，我好像有听到什么阿婆跪下来什么求什么之类的，这一趴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就是我都还没有到可以跟她怎么 detail 怎么 deep， 对，就我还不敢问啊，你们就先问了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彼此都很正式的说出自己内心想要说的东西。好香哦，我饿了。饿了吗？我饿了。有些菜可以是拿出去，就是可以生用。或者可以再有饭啊，饭可以放出去啊，饭好了。回家吃饭的感觉很开心，然后因为都可以吃很饱，吃很爽。你看，只有回家才吃得到这些好料。就是火锅，就是团圆的感觉啦。对，就是过年有没有？围炉。我煮2片啊，我煮2片。在那儿，小孩回来都开心，对。只是他们回来后，一个个回来没有，一起回来更热闹。有啦，有大团圆一次，就那一次。对啊，结果都各自有忙了。我是有想说，大家全部回来后，租一台车出去玩。出国是有点不方便啊。原本想说打算出去全家这样。可是病情，然后又我有听到。那你有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是没有玩，就是大家聚一聚啊，出去看你们要去哪里都可以啊。对呀，就出去看看风景也好。对，我觉得多吃一点，去哪里都可以，就是跟谁去比较重要。那要带谁？我和轩勇现在都会开车了。你可能之后会明白，妈妈不是不爱你，不明白也没关系。
等你长大，妈妈会去找你，告诉你妈妈没有忘记你，告诉你妈妈爱你。我是念言，这是我妈妈，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故事传达更多的力量，还有温暖和正面能量给大家。妈妈，班尼，哎呦，你真的好久，有啦，妈妈会想你呢，你想爱吗？妈妈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比较辛苦啊，妈咪一点都不辛苦啊。啊，妈真的感谢你啦，哈，大家有个安排。好了，对啊哈，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啊，我看你哭会忍不住。班尼，这是缘分呐，哎呀。